快点儿！这是我的赌注100两，100两，这么多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先检查一下骰子。检查就检查，我这儿从来不弄虚作假。还不错，没有问题。天灵地灵灵，老天祝我这次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！啊，这是管用不这个？对啊。我压大，你压大，那我只能压小喽。夹，我也压，买进离手。等一下，在你打开之前呢，我要先求一求神仙。这能赢吗？这可以。老天啊，老天，请保佑我这次一定要赢，请保佑我这次一定要赢。好了，你开吧。不许看。大！哇！赢了！谁先？老实点。起来！谁下去？走。你们放着。林香，这100两你先拿着，回去给你娘看病。谢谢。还有你，让我再看见你赌博的话，可就宰了你，知道吗？多谢这位爷，谢谢。林秋，多谢这位爷，赶紧走吧。谢谢。走。谢谢。爷来了。老大，你这一出英雄救美唱的，这莲香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。这回知道了吧？老大我比你有魅力多了。那是，我们老大的魅力是最大的，小弟我都快被你迷死了。老大，咱们回去吧。慢！哎呦，这竟然敢用血野史不良幻术，被他们给发现了，我们只能来硬的了。哎呦，朱老千！骰子是他给我的，你们找他。来，老大，慢着！小弟，我走了，失陪了。这。